你仲未揾到一款夠潮又實用嘅電子煙？咁就千祈唔好錯過試駕冰紅系列啦！2025年夏季最 hit 嘅選擇，絕對幫到你成為注目焦點。點解咁講？俾我講俾你知幾個理由啦。第一，試駕用咗最新嘅創新技術，吸煙體驗真係可以話係前所未有，特別順滑又舒服，試過一次你就唔會想用返其他嘢。第二，佢個設計超時尚，夠晒型格，拎出去用真係好有面，分分鐘成為你朋友之間嘅話題中心。第三，呢款電子煙唔係淨係啱新手用，老手用都妥妥地，操作簡單易明，一學就識，無痛上手。仲有，試駕冰紅系列一共有5款唔同設計，每一款都係潮流同實用嘅完美結合，總有一款啱你心水。無論你係日常用想簡單方便，定係去 party 想扮靚出位，試駕冰紅都一定幫到你。真係用過就知佢有幾犀利，咁多好處擺喺度，你仲等咩啊？即刻冚下面個連結，睇下邊款試駕冰紅最啱你。快啲入手，唔好等到人哋都用晒先嚟後悔。2025年夏季，潮流掌控喺你手。試駕冰紅重新定義電子煙界嘅新標準，唔買真係蝕咗啦！